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學習單元大眾傳播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傳媒、傳媒、傳播、傳播、媒介、媒介、電視台、電視台、電台、電台、網站、網站、報章、報章、雜誌、雜誌、漫畫、漫畫、對象、對象、讀者、讀者、觀眾、觀眾、聽眾、聽眾、記者、記者、主持人、主持人、主角、主角、代言人、代言人、報導、報導、訪問、訪問、採訪、採訪、娛樂、財經、財經、體育、體育、藝術、藝術、副刊、副刊、週刊、週刊、刊物、刊物、出版、出版、印刷、印刷、訂閱、訂閱、瀏覽、瀏覽、收看、收看、宣傳、宣傳、廣告、廣告、資訊、通訊、通訊、公正、公正、自由、自由、實事求是、實事求是、宣揚、宣揚、責任、責任、評論、評論、批評、批評、爭論、爭論、
關注，關注，題材，題材，照片，照片，拍攝，拍攝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